迎大家咧嚟到今晚呢一個2007補選擂台，我係你哋今日嘅節目主持人，笑死我朱芬啊！我哋好開心啊！兩個候選人咧，包括有6號嘅奈奈同埋7號嘅娜，佢哋而家每人有10秒鐘嘅時間自我介紹。我好多謝大家會支持我，我係娜娜。我知道好多人仍然都唔能夠放低23題嘅包袱，但係如果你支持我娜娜嘅話，我會真心愛香港，真心愛你哋，真心愛民主，真心愛娜娜。希望你哋會投我娜娜一票，多謝。大家好，我係開心的奈奈，我嘅口號係拉鏈在人口，人心在你口，最緊要係民主，萬歲萬歲萬歲萬萬歲！直到我開心的奈奈，我有一隻熱鬥的小馬。咁究竟啱定唔啱呢？咩啱定唔啱啊？嗰一條嘅題目，你唔記得咗嗰條題目啊？我記得，所有嘢都喺我心裏面。嗰條題目你冇理由唔記得㗎，你話俾我聽啊！你唔記得咗啦？咁我哋點樣選你呢？2012年爭取23題必答題，請你回答我嘅問題。陳太，我而家答緊你嘅問題啦喎！我而家2012答緊你嘅問題啦喎23題 A 加 B 加 C， 答案係乜嘢啊？2012年答案係 A 加 B 加 C 啊！你身為香港人講嘢，你都講唔清楚。2012年23題，我原諒你，我代表香港人原諒你。就係你嘅代表。係咪你係咪可唔可可以俾我答先？你可唔可以聽埋我講嘢先？你可唔可以聽埋我講嘢先？你有啲唇膏喺牙度。好啦，我哋辯論嘅時間夠咯喎！我哋而家咧請兩位候選人做最後嘅總結啦，好唔好啊？快啲嚟投我娜娜一票，娜娜臨嚟投我娜娜一票，唔好再藐嘴藐舌，多謝。縱然選情告急，但係我完全唔心急。我知道香港人愛民主、愛真心，我啱晒大家。我係學生妹奈奈，請選我香港良心。